去老了，人单单会买到的营养品转来，有人买，路表示也有人有生意好做。恁摆市场玩基价，方向权贵，路上多一个市场，用怀旧元素做基础，再加上文化记忆同创意，开发有故事性的观光营养品。方向权贵希望透过营养品，随去老了的人，使得市场美好珍贵的回忆，还使得表达出幸福快乐，同朋友分享旅途上的感动。青岛年轻后提旅行的世界卖营养品，留下旅行过程当中美好的回忆。一个营养品记录一段旅行，也是本米评论的上机呼喊，也本观光景点附近，总系有青岛卖营养品的店家。就是它的材质啦，就是很像车牌，是真的，对，还蛮吸引人的。地址的话，也就是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很有就蛮有回忆的一种价值。这样的话就会有让大家想要买的那种感觉。一种阿鲁米作为从茶牌出现的明信片，该商业注意，简单的设计，做出观光景点的特色，本游客做在团旅行当中受到感动，该那位风景，基本朋友做纪念，传递幸福团爱。今年一帮年创造出了辆铝的，那种后面那种告示牌的改插拍明信片了哈。就是说我爱台湾很直接，但是图不会莫下强度因为莫是让一讲幸福在哪个方向要自己去寻找哈。那穷啊台湾后上您写明信片有些秀到的您，它可以展示的一副卡挂起来。一次青岛扫明信片，寄明信片的方向权贵，开发出各种材质的明信片，也市面上卖的青好，所谓做的明信片，都是野创意。因为如果想要同朋友分享美好时光，所以设计的每种明信片，如果有展示的功能。大家送的都特别的意思啦哈，因为特别写明信片或者收到明信片有些，全部用嚟做下抽屉啦哈，或者用嚟书案夹起来啦。那后来想想说，有什么方法，在那个底下木头当的话，像说架条勺，然后挂起来的办公室挂起来，或者底部卡秀到一些挂起来，开始从朋友一种分享的一种乐趣了哈。就是说也记录你底下旅行当中的一种时光，美好时光也在回忆啊。喺编做商品设计时间前，方向权贵是青岛同安的收藏家，用了19年的时间，花几下8万元收台湾传统的乐器。我因为10年以100卖出的所有怀旧的收藏品，开始改变想法，开发螺丝米的新商品。我的生活动丰富了，所以走掉认为商品设计来讲，也是来自于丰富的一个。是自己所经历的一个快乐时光也好啦，或是一些，酸甜苦辣的一个人生的滋味哈，我会发觉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前进的另外一种幸福滋味也不错了。一個具有螺絲米的細腦中係方向權貴嘅鐵嘅商品，韓式湯潤地大生態嘅記憶，韓國具有螺絲米嘅圖，請受到觀光客嘅歡迎。小时候就是用这种闹钟发条的声音了哈，然后我问那老外啊，他也跟我讲说，因为欧美很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东西，而且他觉得它很环保，不用电池。方向權貴期望講故事的能力，會受到台鐵的歡迎，台鐵的鐵嘅企業員工嘅台鐵先生都係以作為。第一張哈，該皮膚會比較熬黑的夫婦愛用的，按那企業玩偶一般都啪啪降哈。啊，木柱哦，因为太阳太大啊，所以眼睛都会稍微遮下来，然后这边有皱纹哈，所以那个鱼尾纹就全部出来了哈。啊，因为哈嘎尼很硬洋，个性哈比较坚毅啦哈，啊吃苦耐劳啦，然后哈嘎尼应该认为很腼腆哈，啊动摸自然的样子就走出来哈。
無論係故事門牌、班級牌，也係各有老師面嘅機器人、白事操型嘅亞條寫商品，如果本遊客看嚟有歡喜嘅感覺。想說慢慢把那種美好的時光，因為那時候很單純的習團嘛，哈，單純的美好，小孩子就讀書嘛，不是玩而已，沒有什麼太多的複雜的壓力。我想說把那個純真年代，透過商品的方式轉換出來，再傳遞下去，這樣意思。用懷舊嘅元素做基礎，加為歷史文化記憶，特別創新嘅概念，本商品故事性，放用權貴開發出各種平價嘅紀念商品，用故事感動離行嘅人，用紀念品打動人心。